啊，有可能安尼产水的时阵咧，可能安尼听咧。但是你若讲会当较适中，放简单甲上少，安尼会当补咱咧讲的时阵，互人对会看，啊去听，会当对对就对啦，安尼起来可能会较清楚。这是听伊讲咱语言本身咧，要甲讲虽然是讲你坐你个单咧单念，2点钟你就干那念对哦，有时间就搁分化。安尼的时阵呢，真的就是太多。因为安怎讲，你安尼的时阵分落大家去看就好啦。因为咱有咧讲的时阵，有当时啊，就是要互咱讲心得，甲是讲伫咱小办的心路历程。我定着有一寡启发性，因为你当场的经历，你会有启发性。例如咱去访亲啊，好啦，去接受相亲啊，还是讲你伫洗小食饭啊，还是讲伫你国内国外，还是讲在哪个场所接触着什么人，那么恁所对谈的，伊所当着，即种的咱人。会当就是讲以着这比较较会当实践，亲像咱咧看迄个政府事业的迄个人才教育通常你感觉伊拢无写奥巴马执政嘛，有可能伊直讲，为什么伊会当我当讲甲遐尼实际？讲的这个是亲身经过，伊的心路历程，所以讲伊会当去分享。这种呢，可能是较容易会当互人去融会贯通。这是讲落来这个处处的这个。那当然，你在讲的，会当讲去倒个体验啦，就是讲伊倒是有想有啥，你要安怎讲，会当讲到互大家当去体验，会讲看是要看，闻是要当闻，讲要当讲，毋过伫你的体悟内底，会当讲聊聊分辨，这就是讲要安怎来当会当来呈现这个无形无相的东西，因为安那虽然是伊是无形无相，但是毋过伫咱听的之外呢，伊还未体验到这种无形无相的当中，你要安怎伊有法度互伊相信？唯有就是你来呈现，呈现你客观物件方法，唯有就是讲，你要安怎用啥物角度、借度形容，互大家会当安尼有影去。所以讲咧，有当时伫社会咧讲咧，真济伊是无神论，无神论，但是无神论来讲起来咧，以咱咧传道来讲，当然袂当接受。袂当接受你要去呈现讲，伊即个灵性的存在，那唯有就是讲，你要安怎制度形容，别人会当去了解。因为即种经历，大陆应该会较济啦，因为大陆伊过去的伊的文革这段时间的无神论的那种情形，应该是较济。所以讲，伫咱台湾的应该是较多。所以讲呢，这就是。